1个小时之内赶到货运仓库工厂，我在那儿等你。什么事啊？见马老板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怎么？我还得提前跟你汇报啊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。行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 哇，你脸为什么这么小？我从来都没想过会跟你走到今天。那现在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俩就不能再有隐瞒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不可以让我再找不到你了。我会很着急的，知道吗？要答应我。 小天儿，你跟李新月朝夕相处，作为长辈呢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是作为一名党员，我必须提醒你啊，能不能安全的完成任务，这是首要，一定要把职责放在第一位。我明白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会掺杂任何私人感情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你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。 你脸最小。天哪，我跟你们在一起简直格格不入。你说呢？对，我是对你脸是不一面。再拍一张，再拍一张，再拍两张。哎，咱们再拍两张。好，来，你脸这么小，不要。我现在正在去工厂的路上，怎么改到今天了？不知道啊，这是他们指定的时间。上次已经让他们延后了，现在不好再开口了。那只能期待速战速决了。我们也正在积极的准备，到了现场，见机行事。住址还没到吗？这里都是主要通道，狙击手的位置是在这儿。哥，东边这个路口你现在布了多少人？是有6名队员，加3个。明白。南面呢？是有4名队员。这个可以再堆2个人。好，明白。走吧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扁再往左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对。阿佩，你不觉得那个白色的那个带子，你看哪个白？稍微有点乱。对，这个白色那个捋一下，再捋一下。对，这样好了。哎，对，翻出来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小天去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来，你拿着，我去看看。红队，都准备好了，这是通讯器，您试下音。测试一下，声音怎么样？定位芯片已经装在手表上了。
到小千了吗？没看到。看到小千了吗？没有。喂，辉哥，我到这一片了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往里走，1号楼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。辉哥，来了，哎，他们还没到。还没呢。辉哥，咱们的货呢？着什么急呀？马老板来了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哥，马老板来了。好。奶奶在这选的什么破地儿？这是啊！哎呀，马老板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啊！阿辉啊，谈生意安全第一，这我都懂，但也不至于找这么个脏乱差的地方吧？啊，早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找个好地儿。招待不周，恕罪恕罪。其实今天我突然找您来这儿，并不是我的意思。怎么的？你跟我做生意，你还做不了主吗？您别误会，是因为欧阳先生他亲自来了。辉哥刚刚在府上欧阳集团任职，不是涉毒，就是洗钱，甚至两者都有。这个欧阳嘛，神出鬼没，很善于隐蔽自己，不是个好对付的家伙。欧阳先生一向行事谨慎，但这次他非常想见您一面，所以他就提前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太好了啊！弟兄们都机灵点儿，别在欧阳先生面前给我失礼喽。是，老板。行，行。这边请。嗯。哟，这是干什么呀？
可不是信不过您，例行检查而已。哎呦，应该的。对不住了，马老板。我理解，应该的。您这个表，可以了吗？还有这个，哟，这又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检测电子信号的，花样还挺多呀，真麻烦。哎，老板，等等，这几个兄弟就别进了。欧阳先生吩咐过，只让马老板一个人进去。入乡随俗，行，那我一个人去见欧阳先生，你们在门口等着我。等等，轻点儿，这要吗？啊，不用摘了，马老板别误会，欧阳先生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次的合作万无一失。您请进。哼，小天儿，你也进来，把手机也放下。队长，冯队的通讯器没有声音了。现场都封锁了吗？报告，我们已经包围了办公大楼。一定要保证冯队的安全，3分钟没有回应，立刻强攻。丽丽，这是丽丽，夏夏，怎么了？小天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对，他去哪儿了？刚才在楼下准备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去后院上厕所。我等了很久，他都没出来。结果我跑过去一看，人不见了，刚换好的新郎服装也脱下来了。你是说他跑了？是啊，我打电话也不接。这小子每次都是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非找不了他。你别着急，我去找啊。哎，你别去了，这地方这么大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而且还有10分钟婚礼开始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呀？要不说咱们先找个新郎，把婚礼先办了。什么？马上婚礼就要开始了，直播就要开始，我到哪儿找新郎啊？凯文，要么你来吧。我？欧阳先生，马老板来了。欧阳先生，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！啊？3分钟已到，上！看脚下。他们进了那个门。
发现一条地下通道，现场所有队员分组追击。防空洞的设计图有几个出口，迅速问出来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继续申请警力支援。已经联系了，设计图正在传过来。 我们已经到了出口，没有发现目标。阿培啊，迎亲你就别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有更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陪我妈出去转一转，越远越好。啊？还有啊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告诉我妈我们结婚这事儿。不是，为什么是我呀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呀？咱家谁最大？董事长啊。那董事长是谁啊？您母亲啊。那不就结了吗？你这任务啊，比我结婚还重要啊！不，得令，我不是就是你扛雷的吗？走了。你慢点啊，你放心，我会陪好董事长的。 随即的各位来宾，新娘新郎上场。热哪个人到了？热闹了，你玩什么？他跟我闹了什么？你跟他闹了，你祖宗别难过去听，他前面带你滚光了。他说人一往都当天闹了香囊，让你啥个爹娃，弄不养个啥茶。世界上我妈做看，弄不是马刚个啥茶了代替香囊，一对刚面跟着喽。 把张俺我给杀进了，但是他我要把这些钱呢，把我要那了，用两千别给丢钱，但是那了个丢钱别丢送了，钱不沾进广告了，热人一往送当地香呢，热要咱那个人买了人地香呢，这情况这是人怪那了。 董事长，敬您。珍惜得嘞，珍惜得嘞。心月，不管这婚礼是真是假，有句话我迟早要跟你说的。无论你将来走到哪里，香格里拉都是你自己的家。
谢谢你，方姨。方姨，这杯我敬您，让我和新月接受您的祝福吧。喝了这杯，新月就走了，我怎么能喝得下呢？方姨，方爷，我们这儿直播呢。来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。阿培啊，你说你好好的陪在之翰身边多好啊，干嘛非要专门跑过来给我当导游啊？哦，阿姨 ，boss 说楚大师一直忙着应酬，您一个人在酒店怪闷的，让我陪您出来散散心。他忙完工作就过来陪您。难得啊，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妈。阿姨，我跟您讲一下咱们这2天的日程安排啊。今天呢，我先陪您在周边转转，明天带您去虎跳峡，还有松赞林寺，那儿号称是云南的布达拉宫。我想去石卡雪山看看。啊？楚老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去那里，他的那副宝贝就是在那里完成的。好，那咱们去石卡雪山。你说之翰现在会在忙什么呢？哦，他那个开策划会，研究一下下一次直播的内容。他为了增加流量，也是蛮努力的啊。啊，是啊，阿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。掉头。阿姨怎么了？咱们马上到石卡雪山了。我让你掉头。哦。
想把那遥远的我的家，思乡的妈妈等着我回家，风中的金河念着吉祥的祝福，那就是想对你说的话，想把那。这么大事情，你有经过我同意吗？干啥呀，妈？还有你这个不要脸的！你干嘛呀？哎呀！你在我身上得不到，你就拼命勾引我儿子！我今天要教训教训！妈，你别闹了，妈！阿姨晕倒了，快送医院！快！全体地毯式搜索！大家跟我上山，展开地毯式搜索！阿辉呢？阿辉呢？阿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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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干什么？啊？你要搜我身，我让你搜了。你让我一个人进屋，我跟你进了，我不配合你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？演的真好，接着演。你他妈发什么神经？我知道，想黑吃黑。我告诉你，你小子甭想从老子这儿得到1分钱，知道吗？有胆吗？有胆把那个欧阳给我叫来，让他见我。临危不乱，很好。难怪20年前我差点栽在你手上，冯志远大队长。报告，东南方向传来枪声，分析道路方向，加紧追赶。明白，出发。还记得20年前咱们那次交易吗？我们计划的那么周密，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。我出狱以后，几乎查遍了我身边的所有人，但一无所获。
直到再次遇见你，我才恍然大悟。胡指挥，怎么着？连我都不认识了？您是？我是老马呀！啊，面包哥身边的老马。哎呀，面包哥，根据得到的可靠消息，之前跟我们搭上线的那个老 M， 就是20年前的面包哥。他现在已经被警察抓到了，他认进去了。境外的这条线你可要多上点心，不要再出纰漏了。是，老板，我想跟您汇报件事儿。今天我遇到的一个人，原来我把当年那么信任的一个兄弟给忘了。咱们也算共同出生入死过吧？你不惜牺牲自己一只眼睛换取我们的信任，可你就是一个卧底！怎么，今天还想故技重施吗？告诉你，同样的错误，我只会犯一次。20年前，让你从我手上漏掉了，那是我的失职。但是你听好了，同样的错误，我也不会犯第二次。你跑不了了。你以为今天你能跑得了吗？说，他是谁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怎么的？不想见我？没有，肯定想见你啊，师傅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成你师傅了？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已然是大神了，你知道吗？绝对的师傅啊！他不是你叫过来的吗？你问我，你不认识他，那在你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巧合？从当初拍卖会上那个见义勇为、多管闲事的服务生，到后来李新月的保镖加男友，走，我会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怎么总能和我的行动扯上关系？还有，你刚刚主动要求加入我们，这位冯志远大队长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。如果不是我们太有缘分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你也是一个一直想接近我们的警察。确定我是警察？你如果确定我是警察，那你杀了我。开过枪吗？开过。松开他。
替我杀了他。让他站起来，我怕我打不穿。你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到头来他不信任你，还要杀了你，你还要跟他混吗？你以为打枪是个很威风的事情吗？那我要告诉你，你在警校开枪是为了训练，但是你在这儿开的每一枪，都会关系到你自己和他人的生命，尤其是在迫不得已需要你打出那最关键性的一枪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给我做到毫不犹豫。还看着我干什么？开枪！
遇见对的爱人有多不易，耗尽时光才。